伸展治療其實係被動式伸展加上運動處方。被動式伸展原先係幫助運動員回復狀態，經過整合之後，慢慢演變成伸展治療。咁點解有咁多伸展動作，但係要用被動式伸展呢？因為伸展嘅目的係放鬆肌肉。當患者瞓喺治療床上面，已經係最放鬆嘅狀態，由伸展治療師替患者伸展，避免患者主動用力，令患者更加放鬆。加上痛症患者會因為各種關節嘅問題，而令到關節活動受到限制，難以自行伸展。而且伸展治療師會以更精準嘅力度同角度幫患者伸展，令患者嘅肌肉更有效放鬆。而治療師亦會透過其他手法治療，去處理患者嘅關節問題，令治療更加全面。咁乜嘢係運動處方呢？運動處方就係教練或治療師按患者嘅能力同需要而制定嘅運動組合，當中包括相應嘅伸展動作、肌肉訓練，甚至點樣去改善佢嘅生活習慣，包括學習行路、站立或者坐嘅姿勢，希望做到治標治本，